你我得来了心里领台个，你做啥个岁数，侬做啥个岁数？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。那么你还你才来，还你没来4万。来做了950个来4。950啊，今朝我干来啊，关键问题是我自家不会，哪办？来正式排位之前也例行公事。还有来4。哎呦，幸亏在热里向排着。那我提问一下，知道我们这里是干什么的吗？排位之前还打男子了。我们的茶叶加盟店的话有300多家。喊你来冒水呀！辰光侪把你浪费脱走啊！该呀，3刻钟男子大汉。现在龙井上的，龙井上，再不清爽，也就7种梅花。听上令。11点钟单子，我要赶上子去着，儿子媳妇马上来进了，正是最是我的原则。对过搿场建筑，随是传说当中的松仁纺织厂，30年之前，德州尼尔丝织厂、东欧丝织厂平起平坐的国营企业。可惜，辣海改革开放的大战当中，闪失得这样一只壳落子。哦，来着！平新村。这2年上辰光再路啊，先等到第2步搭去玩。对啊，我三辰光就是住辣一种地方呀。哟。啥？搿意思讲，哎哟，手头再狠，弄得不得了。还是放到冰箱里。好，爱惜位啊。三丽啊，我发现一个特点啊，你那还上升下升一样上的啦。我是55开。那个谁是今朝读演出个地方啊？对个。开业大吉。来今朝来开青龙，开青龙。荷塘月色，琴瑟和谐，幸亏得丰富的哇，品品虾米，吃瓜子，赏好货。这里啊，你这个说了浴室里哇？随着地浪，最后一个气啊，我现在水冰冰。三里碰上粉丝在，也是搿个人今日分人出来读蓝娘，不高头来单读蓝娘看看呢，玉树临风啊！美人左边左伴。哎呦，新妇三家开始唱着，坐了一个地方吃到早市，发现的一句迷惘。真正蛮没听到。三里个奖，我越看越多。来了已经讲我5开，我看乃是老4开完。我一点身干嘛真开完。不是，乃侪是个比例不对，连只头衣衫也比我身上子。三里你看呢？锅碗瓢盆全部叠了海。那个弄起来方便吗？我的妈，你放吃这个锅了来得清爽。你说啥？那才过了，人啊还过了。不，当心退下来啊！两。退下来个哪？啊，3两下来吧，当心别房子推脱子。看看哈。那个侬3辰光就是啦。哦，三里啊，刚就发现那个哪里？丁丁，你老不稀奇，一掉了，来上。